主席，本人支持通過保安局局長根據《消防條例》及《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嘅擬議決議案，旨在訂立註冊消防工程師規例規例。主席，註冊消防工程師制度喺2007年首次諮詢之前業界已有探討，所以呢個議題實際上係有20多年嘅反覆討論同埋研究。立法會喺2017年通過咗屬於框架條例嘅2016年消防修訂條例，到今日審議屬於實施細則嘅規例，實屬千錘百煉，代表社會各界就提升消防安全專業水平達成嘅廣泛共識。現時消防處係唯一提供消防安全風險評估同埋法證服務嘅法定機構，引入註冊消防工程師制度嘅核心理念，係為促進營商環境及善用市場專業人力資源，為社會提供多一項選擇，讓牌照申請人可以自行選擇由消防處或由市場上嘅註冊消防工程師提供服務，堪稱便民利商，亦都有助提升服務效率，釋放消防處資源，並且係促進消防工程專業發展，係一舉多贏嘅措施。規則涵蓋註冊消防工程師嘅註冊制度、資格準則、上訴機制等。首先，佢將註冊消防工程師按專業範疇分為風險評估、消防裝置同埋通風系統3個類別，分工清晰，確保專業對口。其次，喺資格方面，規例訂定咗4種途徑，涵蓋咗不同背景嘅專業人士，例如本身已經係相關界別註冊專業工程師嘅人士，持有指定學位並具備相當年期經驗嘅專才，以及擁有15年豐富實戰經驗嘅資深從業員。我認為呢個係一套兼顧嚴謹與彈性嘅專業框架，既守住消防安全底線，又提供足夠嘅彈性，有助於持續壯大專業隊伍，促進業界發展。我亦都支持保安局局長動議嘅修正案，特別係對第3條作出優化，明確禁止任何非註冊人士係冒稱註冊消防工程師，保障專業操守與市民利益，亦都有助防範誤導行為同埋濫用職銜，體現法律嘅嚴謹同埋公平。至於謝偉銓議員動議嘅修正案，建議將建築學學士學位直接納入指明嘅申請學科，我對此係有所保留。政府已經詳細審視本地建築學課程，發現佢嘅內容未能夠充分涵蓋成為註冊消防工程師所需嘅技術重點。同時規例並冇將建築師系拒之門外，相關人士日後仍可透過修讀認可課程或者係着重個人經驗嘅 C 類途徑申請。現行嘅框架已經能夠與時俱進，具備足夠彈性，無需喺現階段修改。主席，2017年3月1號嘅立法會會議恢復二讀辯論2016年消防修訂條例草案。本人當時作為法案委員會主席發言嘅時間就強調，確保訂明處所符合消防安全規定，涉及保障市民嘅生命同埋財產安全，對於註冊消防工程師嘅資格同埋經驗作出較高嘅專業要求係有必要嘅。同時喺維持較高嘅專業性要求嘅前提下，體現較大嘅包容性，讓具備不同資歷但有實際相關經驗嘅專業人士都有可能經過嚴格嘅考核，申請成為不同類別嘅註冊消防工程師。我樂見本會今日通過消防註冊消防工程師規例，期望政府係盡快推行並加強宣傳，以及係適時檢討，確保制度順利落實。主席，本人謹此陳辭。